镜头个等下咱国来，咱来关心民众党郭文哲甲红海的郭台铭顶日啦，因有去金门迎新王活动，拢有去参加。两个人嘛做伙光桥，伫暗时的时，佮同齐去看海。感情遮尔好，外界是咧要讲，敢有可能要合作，同齐出来选正副总统？侯友宜是表示，伊讲伊甲郭台铭的理念真相我，伊嘛相信郭台铭会照品照行，按照约束该支持。 动算，动算。甲党团的成员，大家大话口号，展现团结的气势。迎接2024年总统大选，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新北市长侯友宜3日到立法院拜会国民党团，致辞时要向所有立委行礼致意，强调家己更加拍拼。政党做不好，到现在政党就轮替，我们来承担，我们一定做得比民进党好。 侯友宜竞选办公室6月7日要成立，负责选务工作副市长谢正达、市府副秘书长张其强会请辞专心投入辅选。谢正达的会渴望由前副市长新北市自体甲都市精神中心董事长陈顺敬等来接。而民进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哲甲鸿海创办人郭台铭30日邀请出席金门迎新王的活动。两个人除了斗阵光桥，暗时也做伙去看海，也引发两个人是不是要合作的联想。 昨天晚上我都忘记了。我的意思说，人与人之间交往，你知道，君子之交淡如水，我也不用山盟海誓的，平常心就可以。郭文哲讲到家己付出的标准，伊较介意企业界也是中南部的人，而且互保性较悬的人选。而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新北市长侯友宜是讲，相信郭台铭是一位守护中华民国、深化民主自由的人。甲郭台铭双方理念相近，也相信郭台铭会信守承诺支持伊。记者综合报道。